但市警局少年队经过长期搜证，掌握有庆毒等不法的犯罪证据以后，结合霹雳小组、东部前路安南、安平甲永康展开查客，其中就伫曾姓嫌犯以汽车修理厂作为暗号的场所，成功逮捕，并当场查出大批改造手枪、枪支等半成品。你伫节目当中原本认为是鸟犬的成型饲料，经过检验，竟然是3级毒品卡西酮。现场查获克拉克手枪及银色非制式手枪枪身、弹夹、子弹、枪管、滑套1批，弹壳及弹头、半成品数百颗，冲压模具、砂轮组等改造工具1批，另查获第3级毒品卡西酮800余颗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等证物。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台湾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判。非法的枪弹甲毒品对青少年甲社会治安伤害真大，尤其是即摆查获800多粒的成型卡西酮，就是较新兴的毒品，一旦流入市面，将造成严重威胁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